乡亲啊，继续震段消息，有关南北合作，国民党甲民众党今仔日正式来启动政党协商，两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郭文泰经过1点外钟的讨论了后，发表着4点共同的声明，包括着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，针对总统大选，两党共同来努力，发挥着1+1大于2的功效。啊，立委的实处，双方互相来支援，甲实处上大化等等。但是上重要的总统的合作也无方向。所谓的一党独大、一者全拿的时代要结束了，我们要共同政党合作。那政党合作就是包容多元，大家能够整合在一起。在野两会，党主席辩会谈合作，志向相像，领导嘛较共识，两人态度看起来轻轻松松。其实我跟他2个老朋友了，应该算老同学，所以也希望说会谈会有好的结果。针对建立联合政府，争取立委实处极端化，和上场的在野候选人产生方式进行讨论。不管怎样，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国会过半，但是即便我们过半，我们也不会是一党独大，我们必须可以结合所有可以结合的朋友。我相信这一点，我一定是跟柯主席，我们在选前就有这样的一个共识，我们都会希望努力达到国会的席次极大化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可以解决的部分先解决，但有些部分是有争议还没解决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嘛，所以刚才朱立伦主席也讲嘛，尽快3个人坐下来谈嘛。如果要合作，那当然不管柯侯柯是不是在同一张选票上面，我们也是尊重国民党的意见的。针对会谈的成果真满意，不过这摆会期和进前无同款，原本两党派出来代表黄珊珊和金溥聪都无出席，是改由国民党副秘书长江俊廷、主席朱立伦和郭文泰兼办主任周如修、主席郭文泰4人代表会谈，就传出前一天下晡郭文泰有去找郭台铭。只要是大家能够坐下来谈，尽量可以坐下来谈啊。那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表明我对郭台铭董事长的态度，就是说，我们也是邀请他来共同参与。在野整合找出上好的办法，两位党主席亲身出马谈合作，不过要拼整合，还有一段路要行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